再来看这美国甲日本的领袖呢，是搁再一摆来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的代表嘛，伫 WHO 的一委会出声来支持咱台湾。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是搁再公布演训的影片，这或者是表示讲，咱第一岛链呢有较侪拢是美国的盟友，中国无排除是利用演训的影片来表达因的政治立场。 各有理念瓦近的国家伫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为台湾发声。友邦斯瓦蒂尼初次发言的时强调，台湾愿意分享传统医学管理系统的经验甲成果，对各国推广有帮助。日本代表更加表明，伫全球卫生条件之下，地理上台湾无应该缺席。In addressing challenges of global health and responding to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have tremendous impact across the globe, such as COVID-19. There should be no geographical vacuum. This includes regions such as Taiwan that have taken effective measures against COVID-19. 日本毋但伫公会领袖停台，初次日本首相就泡沫，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双方各一致表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表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也毋过强军说加大对台施压，国防部证实24点钟内14架次攻击6架次攻南礁台。强军南部地区搁较伫正月初1公布有台湾地图剪影的威胁影片，初8搁发布空军演训影片，也搁强调成功就是作战，起飞就是应对敌人。 我们必将升空即作战，起飞即迎敌。学者分析，讲起来讲，即马也是年节期间，也毋过无代表强军就会休兵。发布影片，除了威胁台湾，更加是向美日做政治表态。农历新年并不见得代表说他这个时候一定会休兵，他当然还是有他年度的定期演训的各种的必要性。那其次就是说，用来作为工具去对台湾还有对其他周边国家或者相关的国家去传递强力讯息的这样的目的。学者认为，北京无乐见第一岛链又愿以美国盟友像台日韩会谈为主，一直透过军事行动表态，台湾要继续加强国防力量，达到备战，才会当备战的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